今一开始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林基瑾传出涉嫌诈领助理费，昨昏伊的国会办公室、台南影控服务处拢互检调带人去敲，嘛约谈19个人，尾也有5个人交保。今日透早5点多，林基瑾嘛以100万交保，也那伊姓黄办公室的主任是方申请羁押禁见。 这位穿白写书的查甫人是民进党立委林义景的小弟林玉中，21暗时出现伫咧台南地检署。林义景涉嫌诈领助领费案件，台南地检署伫搜查了带回19个人约谈，包括林玉中等人，有被告加证人无报请回，另外有5位被告分别裁定3万到10万的金额交保。因那今仔透早5点多，林义景以100万交保。 姓黄的主任因为涉嫌重大，有串经灭证盗墓之余，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这么团讲被搜查甲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雷投有关系，因为林义景甲想要参选的立委林俊宪，拢是赖清德的子弟兵。因那已经公开表态，讲要参选的立委陈廷辉，和这边雷投事件也牵拖到。我没那么厉害啦，开中常会比较重要。这么大家拢伫咧注意林义景的案件，民进党2日下昼开中常会，参加的人讲赖清德伫咧会中提醒大家，个人的纪律甲私生活爱家己控制有赞赞。 发言人吴真讲，民进党一贯立场就是查到底未冤枉。赖清德主席也已经公开的来谈论过，民进党的态度就是不论党派，不论何人，只要涉及非法，就检调就应该查办，勿枉勿纵。 林义景做过6届议员，这嘛是连任第2届立委，政治资料真丰富。伊的 FB 还有总统大选时阵，台南绿色立委甲赖清德做联合的影片。伊发声明讲，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接受调查，拢会配合查清楚案情，和司法证明伊的清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